有这个运动公园啊，差不多有30档建设掉哈。目前啊，都要离这个设施啊稍微有一点老旧啊，还有牵涉到有当时啊，迄大雨时阵啊，这个散步道啊，有一寡迄个积水的这现象哈。所以市长看到这个现象指示市政府都发局、工务局、体育处还有公所共同来争取预算来进行这个体育公园的改造。咱有这市民这样关心所以市政府希望在这个工程动工之前用这个设计内容向这个市民先来进行说明报告如果大家没有很大的问题我们大概原则上近期大概就会动工兴建。是要再了解咱这个工程周边的这个工程了环境的改善了是什么工程改善了安怎是不是对咱玉井区这区民有所利益啦如果有有较好啦咱当然甲支持啦若是讲有所缺陷的话，咱当然提出真好的办法甲建议啦会当改善啦。改善进程就有真正在行，改善了应该会阁愈侪人吸引较侪人潮来。掌握市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欢迎收看《市政3分钟》。玉井运动公园已使用将近30年，为重新活化以及规划符合现代人使用的功能，台南市政府都市发展局、公务局及体育处共同向中央争取补助经费，办理周边环境改善工程。相信运动公园改善后，能大大提升市民朋友休闲居住的品质。来听听韦哲市长怎么说吧。鼓楼山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地方过去也曾经在这个地方把公园设置好，但是已经时隔蛮久了，20多年了所以说有一些设施，还有基础设施，还有游乐设施，还有能够亲子共有的一些设施，都有需要补强、加强、整修的地方。因此呢，我们特别请都发局来努力来把这个部分做好这个也谢谢议会的关心，还有谢谢立委的关心，那也谢谢我们许多各位里长们还有许多民众大家的一个共同关心，希望这个工程能够如期如职的完工，然后提供一个玉井还有山区的民众就最好的休息的地方。大家好，我是陈碧纯，欢迎收看3月4号礼拜5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今仔日农历2月初2是民间信仰的土地公生，真侪人趁着这天到庙内补财库，祈求招财转运。台南市政府今年特别甲大埔福德祠合作，用客家接受祈福的仪式，让大家了解土地公除了是民间宗教信仰，也有客家文化传承的意义。来到台南探听求财特别旺的土地公庙，其中中西区的大埔福德祠绝对是其中之一。特别农历2月初2是土地公生，想要来补财库的信众将20外平空间客家擦。据了解，客人将土地公叫做伯公，伯公的信仰都是客家社会重要的思想。加上六合境大埔福德祠的大埔街，这是客家的路名，所以市府特别准备搬花、红玫瑰等客家的特色贡品，以隆重的客家庆典来接收。其中为特伫这民代甲信众的陪同嘛，前来主祭，用力维系。土地公虽然是所有的台湾人跟所有的华人的共同信仰，但在客家里面，土地公叫做伯公所以说让很多大埔这个六合境福德祠，大埔也是这个客语的大埔街所以说因为这样的关系，我们今年特别别开生面，征得庙方的合作，能够一起来用客家的方式来祭拜土地公。那我相信
借着文化的传扬跟交流，可以让大家更了解福德正神这个土地公这样的这个渊源哦。那在这个共同的民间信仰里面，能够让土地公的这个传统民俗文化让更多人了解，不仅在于宗教，而且在文化的传承。祭典当中，邀请各团以锣鼓加上鼓吹造八音等传统音乐，也拢是客家庆典当中袂当欠缺的一环。特别透过八公生日这天，让大家了解土地公的宗教信仰以及客家的传统民俗文化。办这一场客家伯公的祭仪哈，那主要呢一方面来推广客家的文化，客家人怎么叫土地公叫伯公，那另外一方面也借这个机会跟台南市所有的市民不是客家人的朋友做朋友哈。为了鼓吹充满喜气的八公人形红仔，马甲所有信众活动相当趣味。客委会表示，为了延续祝寿的闹热，政府将邀请知名儿童红仔戏团伫3月19、20开始，连续2个礼拜，分别伫东区、延康等4区，将客家传统文化用趣味的方式来呈现。带来新闻本集采访报道。好，谢谢。 3月3號全台大停電，造成全國500多萬戶受到影響。台南市的部分有36萬戶。台南市議會國民黨團4號召開記者會，認為全台大欠電是事實，希望執政黨莫閣騙啊，並且大聲發出無愛加排，互我穩定供電。 台南市議會國民黨團上午伫書記長李中琴的號召，包括議員王家珍、羅坤福、柯志春、蔡玉輝、林彥竹、林美燕甲蔡淑慧的秘書等人共同召開記者會，批評政府才打加8大工商團體來承諾袂欠電，結果過2天就發生全台的大停電，批評政府莫閣騙啊！1個禮拜的3次跳電，民進黨政府還要繼續騙我們台灣民眾嗎？台灣的缺電的問題，其實你們都沒有正面的去處理。 你们只是急着要去解释为什么会跳电，然后随便叫一个人下台，你们就又把这个问题又默默的又不去处理。民进党靠一再的骗，一再的说谎，欺蒙台湾人，然后一再的致歉，我们台湾人的苦难到底应该算谁的错啊？ 我相信所有的媒体朋友们都非常清楚，包括我们台南市的相关官员也很清楚。昨天整个台湾断电500万户，而这个断电的状况，以我们台南市来讲，台电的高层信誓旦旦说不会轮流限电，结果有一些地方复电之后，又继续所谓的轮流限电。 这不是骗是什么？呼吁，咱不管上政党做，这个电力的供应一定要稳定，唔通定定跳电、停电，啥时要复电也唔知。议会包括市府干部、警法、警察加交通等单位，嘛拢回应市府伫咧停电的第一时间的处理方式。这个造成这种电力的一个。 跳脱跟这个卸载这个也不是我们所乐见的。其实我们针对这样的问题，我们一直都有在跟台电做沟通，因为本来就有一个平台了所以我们是一直要求说，是不是他们如果是设备如果老旧的话，我们都尽量说叫他们要能够定期去做一个检查或者做一个更新。那至于说那个整个一个用电的部分，其实我们不管是产业界啦，或是工业区啦，其实我们当时候他们在进场设厂的时候，其实我们也都有去做一个相关的一个评估，就是说尽量能够满足他们的用电啦。那当然，昨天这样的情况，依照他们现在的报告是说，这是人为操作疏失啦。那当然，我们这部分，对这个部分我们也是想说他们是这样的一个调查结果。当然，我们也是希望说，我会继续来跟台电沟通，就是希望说他们未来如果说在整个供电的情况，我们还是像刚刚议员所提到的，还是要稳定啦，因为这个对产业界的影响是蛮大的。至于住户甲企业因为停电所造成的损害，议会国民党团嘛希望台电爱来赔偿。国民党团无爱经济部长的承诺，跳电请食鸡排，希望政府会用来提供稳定的供电。跳电不要鸡排，民进党下台。
台南新闻引根采访报道。为了整顿赤坎楼周边的环境，台南市文化局办理在线赤坎曙光专案，争取文化部的前瞻计划。市长黄伟哲适合前往视察计划执行成果，希望会当融合居民的生活，和整个台南市落实文化博物馆。建城特别满400栋的府城，伫城市内面街区之间嘛，是会当感受到充满历史文化的古早味。这摆透过向中央来争取经费，办理赤坎曙光的专案完成了后，市长会替适合上午亲身到办理专案的区域来进行视察。赤坎楼的整个园区跟这边的包括广安宫包括万福安这些都连成一气的城市性古宅，有非常重要的意义。除了它本身的历史意义之外，它的建筑结构非常美丽，而且是官宦人家的一个旧宅。市政府费尽千辛万苦，第一个征求陈家后代的同意，第二个能够跟中央文化部争取经费，总共这一个接锅整理的经费大概1亿6、9千万，所以说是非常多的一个金额。感谢文化部的帮忙，可以让台南市的古城能够更加发光发热。大家都想到赤坎楼，但赤坎楼旁边是围绕一带一群的这个现代建筑，但是它现代建筑旁边有很多有古色古香的老宅，可是年久失修。我们借着这样的一个计划，把老宅重新从尘埃里面把它整理出来。这摆向中央争取1亿9千万办理专案，包括2个古迹的修复，还有2个所在历史街区的整理，并由文化局邀请市长做伙来共同视察。今天市长特别来视察赤坎曙光的这个计划。那在赤坎曙光这个计划，其实不只是赤坎楼的整修而已，其实还盖了很重要的古迹，就是陈氏新古宅。那也有将近300年历史的这样子一个老宅，终于在大家期盼之下，终于来完成修复。我想这也是市长上任之后，其实非常关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古迹。那另外就是包括万福安的这个庙城的广场。那这庙城广场因为跟整个所谓的赤坎的历史核心区整个结合在一起，所以它整理好之后，其实就跟整个巷弄结合在一起，民众在行走上就更加的便利。那另外第三个很重要的点就是广安宫。那广安宫其实已经历经快20年，一直没有办法整修，所以黄市长上任之后来协助，也列入赤坎曙光这个计划，那也在这一次一并的把它完成。在现赤坎曙光专案经过整理了后，提升环境的品质，还有增加街区的空间，嘛，让居民当感受到老街存在价值，展现古都生活的历史风华。台南新闻刘品言采访报道。台南市为108年开始设立食物爱心银行以后，不断扩大服务，好着市民众会当就近去领取需要的物件。不过，食物银行之间运送物资甲调度的需求是愈来愈大，所以环节公司发挥爱心，特别关注一台物资车和社会局。这台就是环节企业黄董事长所关注予台南市食物银行要来运送物资的车辆。根据了解，该公司多年来热心公益，除了关过富康巴士，也有消防车，所以市长专听到该公司为伫林德的厂房来举办授证典礼，除了表达感谢，嘛答应将好好来服务在地弱势，发挥食物银行的效能。我们食物银行事实上不是以盈利为目的，但是的确有这个物资调度的需求，所以非常感谢环节企业能够在这个时候帮忙。那我看背后这个物资车它这个箱型车载运的数量应该是蛮多的，也是蛮好的一个运送的利器，能够在这个时候能够让社会局让我们食物银行充实物资车的这个阵容，我觉得其实非常好，也再次感谢环节公司。我们从103年到现在，已经捐了非常多的台南市政府很多的车辆，还有心肺复苏机各方面的东西。这一次陈门市长的莅临到我们这个小公司实在是
很感谢，谢谢。我们未来还跟局长说，如有需要，我们还是会继续的努力。消局表示，食物银行的实体店面对108年开始设立到达，将全市分作永华、永康店5大区，全部委托民间的社会福利团体来承办。嘛，因为扩大服务，所需要调度、需要运送的物资真多。这爱心企业的赞助以后，到3月6台车辆都已经到位。台南新闻军及采访报道。咱先歇困一下，马上回来新闻现场。战争甲疫情持续上演，财团法人贡格寺秉持金光上师、贡格老人慈悲为怀、救苦救难的精神，3月4号举办祈福点灯的仪式，共请南给仁波切、台南佛教会理事长明慧法师共同祈福。俄乌战争持续延烧，财团法人贡格寺董事会发起点灯祈福仪式。望乌克兰会当早日脱离战事，得到和平。4日点灯祈福仪式由南给仁波切、台南佛教会理事长明慧法师、天主教台南区主教林吉南、台南市长黄伟哲、台南市民政局长江林煌、财团法人贡格寺董事长李明威等贵宾共同来点灯，祈求国际战争消弭，全球疫情止息，国泰民安。风调雨顺，众生安乐，请点灯。世界上各地并不平静，不管是战争，不管是疫情，不管是这个整体的天候天气，其实坦白讲都开年的时候并不顺利啊。那尤其碰到了乌克兰跟俄罗斯的这个战争，我觉得其实。我们希望说，借着宗教的力量，让人心求得平静，也让这个战争早日止息。在疫情方面，希望疫情能够越走越轻，台湾尽速能够脱离疫情的这个蔓延。不过是在前一天，突然之间有个念头，说我们是不是应该来协助祈祷世界和平？所以。我就联络了几个好朋友，就开始很快就在筹备。那非常感谢黄市长也能够这么热情，很快就答应我们来参加这场盛会。贡格寺表示，3月3号到3月18。适逢西藏历新年初1到15，这段期间也是释迦牟尼佛生病节。期间任何的善业甲恶业，拢是以11倍业缘，功德甲福报更是殊胜。邀请民众伫生病节期间来安平贡格寺点灯祈愿。台南新闻张秀伟采访报道。教育部、甲台南市政府以及中国信托反毒教育基金会共同合作，伫台南文化创意产业园区举办反毒教育特展，运用实景解谜游戏、甲科技互动的设备，互民众认识毒品、了解食毒的真相。111年教育部反毒教育特展，3号下午伫台南文化创意产业园区来举办开幕式。包括市长黄伟哲、教育部学务特教署署长吴林辉、中国信托反毒教育基金会副董事长王卓君，以及台南地检署的主任检察官拢到场出席，为展览来揭幕。坏人不会在身上写2个字“坏人”，毒品也不会在上面写2个字叫“毒品”。尤其所谓“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或者随着时间的演进，许多毒品的包装就跟我们生活日常用品差不多。不管是咖啡包，不管是糖果，不管是其他的方式，它都会伪装得很好。因此呢，我们借着这个展览，非常感谢中国信托反毒教育基金会，也非常感谢台南地检署，要感谢我们教育部我们许多的长官不管是军训处或者是我们特教司
能够对于学务特教师能够对于这样子的一个活动的支持，能够把它带给我们中南部的学校。那也很感谢我们学校各位学校的校长，大家能够对于这个问题的一个更加重视。我们用一个不教条不照本宣科的方式，更生动活泼的方式，希望能够让我们的同学能够接受。首先，我要先感谢中国信托反毒教育基金会。中国信托反毒教育基金会成立之后，对于反毒教育一直不遗余力思考如何用互动的科技，让学生有更深刻的感受，更生动活泼的方式，让青少年来重视关心这个议题。而且这一次展读特展不一样跟前一波的展览内容不一样，几乎是全部重新设计的这个展览选择了5个真实的个案从他们尝试着接触毒品到成瘾，到最后戒治的过程，在展览当中很深刻的体现出他的痛苦，以及他的家庭所遭遇到的折磨、挫折，以及在戒治的过程当中的那个辛苦的过程那我想很棒的是，他利用互动的科技，让你身临其境。这届特展不只维持过去的科技互动加情境的体验，另外嘛首次以实景解密的模式，规划各展区的内容。参观的民众会用透过记忆植物的角色，了解毒品对人的诱惑、沉沦加失控，以及新生加解瘾的5道关卡。在开幕式嘛邀请各高中的太鼓、武术加热舞的表演，借此培养青少年正常的休闲活动，避免毒品的危害。这场的反毒教育特展将从今日起一直展到4月2日，欢迎民众踊跃前往参观。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2022一如春风走透透的活动，3月6号至12号，将要用行动舞台车的方式，在台南巡回演出。3月6号下晡4点，在安定旅球场，将由福尔摩沙马戏团为大家带来精彩演出。台南市政府为着要让市民朋友在后疫情的时代会当享受到艺术，透过2022一如春风走透透的方式，将艺术活动带到台南市各所在。今年第一场会在3月6号下晡4点在安定区旅球场来举行开幕，并由福尔摩沙马戏团带来精彩潘朵拉盒子表演。很多艺文活动，大家想来文化中心或是新营的文化中心都是在大的地方，但是很多我们的角落，台南市的各个角落有时候艺术还没有办法进去艺文活动，所以呢，我们就用这样子的走透透的方式，用这个舞台车的方式，能够来让我们把我们艺术带到各个角落。大家可以看到这个 LED 真的做得很好，晚上很亮，白天也很亮所以说不管是白天的活动、晚上的活动都很方便，所以可以让我们艺术下乡无障碍。记者会嘛邀请到真侪幼龄园的小朋友嘛，做伙到现场来欣赏由福尔摩沙马戏团带来的精彩表演，以舞台车的方式来进行台南市巡回33场。文化局各区的区公所合作，希望当透过安尼的方式迎接搁要来到的春天，会当甲市民朋友做伙共享艺术的美好。台南新闻刘品言采访报道。感谢你收看3月4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陈碧纯，咱再会。